续来到南投，这个粪扫的处理一直是南投县上界头疼的问题。其中中寮乡已经囤大约6000吨的粪扫，南投县环保局特别引进机器，把这个粪扫来拍包，缩小到粪扫的体积，嘛大大降低粪扫家己烧起来的风险。 中寮乡自105年到111年，就堆积大约6000吨的粪扫，而且因为日头晒的关系，粪扫阁会家己烧起来。那目前打包的量大概是3000吨的部分哦，我们大概是把垃圾分成2类哦，就是把针对高热值比较不会臭的塑胶类分出来，那针对这个比较容易臭的这个生植物、腐熟物，我们还另外做处理。 粪扫处理是南投县上大的问题，因为长期以来拢是靠外县市烧粪扫，这摆处理工作嘛解决中寮乡的环境问题。感谢到咱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会当来甲咱这清运这垃圾出去安尼。上尾也是要互乡亲做好粪扫的分类，减少粪扫量，才会当真正解决粪扫堆积的问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